Hi， 大家好，我係 Billy， 又係佢。港灣新城租戶終結者，115萬買3房，俾完首期之後月供4000蚊，真係俾唔到任何理由俾你再繼續養房東啦。重點嘅就係，只要一放款，即刻免租金，安排你入住人才公寓，唔需要俾租金，只需要每個月俾80蚊嘅管理費同埋水電費就 OK 噶啦。咁啊，成個珠海呢，只有高新建投、港灣新城有呢啲咁嘅實力嘅啫。咁啊，平唔係佢最大嘅 selling point 嚟嘅，仲有佢嘅承建商中國建築，建築界嘅龍頭大哥。一般嘅發展商呢，係請唔喐呢啲龍頭大哥過嚟起樓嘅，所以樓宇嘅質量絕對有保證。仲有就係佢嘅學區，北京理工大學附屬實驗學校係由北理工全面接管，9年一貫制，中學同埋小學都係同一間學校。所以你住喺港灣新城，除咗樓宇嘅質量有保證之外，你小朋友嘅教學質量同樣係有保證嘅。我哋今次過嚟呢，帶大家睇埋剩低嗰2個質素嘅單位。我哋轉頭樓上見。出咗 lift 之後，左邊有2個單位，71嘅3房1廁，上一條片已經睇咗。右邊呢係有4個單位。嗱，呢個位置呢條走廊入去有2個單位，87嘅3房2廁。我哋轉頭睇。依家先睇101嘅4房2廁，咁啊左邊仲有1個單位，嗱，呢條走廊入去就係上次睇嘅87 3房2廁橫廳單位，已經睇咗啦，上一條片。咁啊101門口都係有一個入戶嘅空間俾自己使用。入咗嚟之後，右邊係客廁，左邊第一間房。2.6米嘅開間，全尺寸採光窗。客廳嘅開間係有5.6米嘅，正唔正？左邊明廚擺得落雙門雪櫃，全尺寸採光窗。飯廳位置亦都係全尺寸嘅採光窗。過返嚟呢邊有3間房，左邊第一間2.3米嘅開間。第二間2.7米嘅開間。好啦，再睇埋我哋嘅套房、套廁。過返嚟3.7米嘅開間，270度嘅採光窗。記住下，港灣新城所有嘅戶型主人套房入邊嘅採光面呢，都係270度嘅。我哋101呢個單位出咗嚟之後，對面就係有2伙71平方嘅3房1廁，上一條片已經睇咗啦。咁我哋經過呢條走廊入去呢，就有2伙87嘅3+1房2廁黐埋一齊嘅。嗱，睇下啲採光面，呢條走廊用玻璃幕牆代替咗鋼筋水泥噶啦。咁啊入翻嚟，入門之後右手邊第一個房間，呢間房間比較細，2.2米嘅開間。可以做書房同埋機房用嘅。過返嚟，明廚、飯廳、客廳嘅開間係有3.4米，遠處望山景。我哋再入返去睇返休息區，左邊第一間房開間係2.7米，客廁。過返嚟。房間睇返主人房3.7米嘅開間，270度嘅採光窗，正唔正？套廁全部單位睇晒，2梯6伙嘅設計，2伙71 3房1廁嘅黐埋一齊，2伙87 3+1房2廁嘅單位黐埋一齊，有1伙87 3+1房嘅橫廳單位。係邊位嚟嘅？有一條獨立嘅走廊。咁啊，101 4房嘅單位呢，亦都係獨立嘅邊位。咁啊，喂，呢個廳真係正，101平方。除咗有4間房之外呢，佢仲有一個5.6米嘅大橫廳。真係講嗰啲什麼第4代住宅呢，真係弟弟嚟嘅。所以港灣新城嘅使用率呢，大家有目共睹，亦都喺業界呢，大家都係讚不絕口。除咗樓宇嘅品質有保證之餘，
所有單位嘅採光面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亮點。房間不論大細，全部都係全尺寸嘅採光窗。所有戶型嘅主人房全部都係270度嘅採光面。對於百零萬嘅單位有咁靚嘅設計，成個珠海揾唔到第二個。行路5分鐘可以去到街市，揸車5分鐘可以去到商場，去到醫院。小區門口就有圖書館同埋體育中心，而且小區入邊內置9個羽毛球場。學區北京理工大學附屬實驗學校，學區非常之正，所以百零萬你仲諗住養房東嗎？有興趣約 Billy 睇樓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